孩子們，巴菲特有講過，想減少婚姻嘅痛楚，必須遠離呢5種有毒嘅關係。第一種係唔肯真心溝通嘅人，成日都冷冰冰，答2句就好敷衍。婚姻最怕就係講極都冇反應嘅，成日掛住睇手機嘅，好唔尊重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Monica。過去幫助咗百幾位嘅女性走出痛苦嘅邊緣，喺唔委屈自己嘅前提下，令愛重新流動。歡迎各位姊妹聯繫我婚姻修復方案諮詢，我會1對1咁樣去幫你理解同埋陪伴你嘅。而第二種咧就係情緒失控，講乜嘢都好火爆嘅，脾氣唔係性格，係最傷人嘅武器。有智慧嘅人係會選擇先冷靜，而唔係即刻發火。你認同嗎，姊妹們？而第三種咁嘅關係咧，只係識攞唔識感恩嘅人。你為佢做咁多嘢，佢覺得理所當然。愛如果淨係得一邊付出，最後只會變成一個更加委屈嘅情況底下嘅，啱唔啱啊，姊妹們？而第4種咧就係永遠唔面對問題嘅人，出事就逃避或者推卸責任，講責任就扮到聽唔到咁樣。呢種咁嘅婚姻唔係避風港，而係2個人一齊成長而修煉出嚟嘅。大家認同嗎，姊妹們？而第5種就係令你越嚟越覺得唔愛自己嘅關係。當你開始懷疑自己唔夠好、唔夠叻、唔夠精進嘅時候，呢一段咁嘅關係其實已經開始消耗你嘅能量啦。呢個老公對我仲愛唔愛我？會經常咁樣去反駁自己嘅情況底下嘅，其實呢種已經係一種非常之痛楚嘅情況啦。啱唔啱啊，姊妹們？當呢5種咁嘅情況齊全嘅時候咧，你真係越遠離越好，因為婚姻咧唔係想去留住邊個，而係好勇敢地揾翻你自己嘅勇氣出嚟嘅。我會一直陪伴你，而唔係教你點樣去死撐，一齊學識點樣去自我成長，同埋去揾翻我自我嘅真愛翻嚟嘅。關注我，我係 Monica。